那么这里面来说的话，也是说，罪业也不会完全清净，这也并不是说是根本就没有效，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有效，但是也是效果就很小。所以我们要达到就是今天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方法都要学习的过程当中要认认真真的去学习。如果是有任何不懂的地方，也是可以问，而且是要那个笔记下来。这样的话，就是会做这个功课的时候，就是会真正的用到。那么我们学哪一项都是一项一项的去学习，然后在学习这个的时候呢，必须得要知道，我们现在开始学习金刚萨埵的这个观修方面，那我们一定要知道观想金刚萨埵怎么观想，然后我们就是怎么样的去念，然后念到什么样子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金刚萨埵的功课的话，那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怎么做，然后大概每10分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那么就是每10分钟一个阶段的话，大概也是会有6个阶段，在6个阶段当中呢，就是我们就怎么去用，怎么去想。这个方面首先一定要学习好了一个按照这个怎么说呢，如法的去做的话，那就是会同等的效果会产生的。那么没有的情况下，只是大概知道，然后就是在稀里糊涂的有一点点明白，也不是特别明白的情况下，也不想特别的明白，这样就是念一念这样的说，那就是效果也是只有这样的。如弥勒日巴尊者说，若想忏悔能敬佛，意念善法则清净。这是弥勒日巴尊者所讲的。那如果是真的想要清净罪业的话，那么就是长期要想起善的这个什么怎么说呢，念头。那么善念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从这里我们要听懂一件事情，是念头，在内心的这个念头心念，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弥勒日巴尊者说，若想要清净罪业的话，那么这是在念想善。那善是什么呢？善是造业的对治力所以造业的过程呢，也是不会有想念那个善的方面。所以只要是有内心里面一直有善的这个怎么说呢，念头的话，那就同时不会去造业。所以这两个是怎么说呢，那个怎么说呢，这个相反的，对，不是相对的，是相反的。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因此无论何人尽心忏悔，尽其所能具足4种对治力，极为重要。所以我们要忏悔业力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重要的4种怎么说呢，过程，也可以说是具备的4种条件，能够可以完完全全忏悔的4种条件，就是4种对治力。4种对治力，4种对治力分为4：所依对治力、厌患对治力、离恶对治力、善行对治力，以这样的4种分别。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说忏悔的时候必须的要有的4个条件它也是怎么说呢，每一个都是有它的这个功德跟它的用意。所以接着呢，我们就是继续学所依对治力所依对治力是什么呢？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忏悔的时候要有一个忏悔的对境，对不对？那我们就比如说今天到了佛堂前面，或者是上师的前面，如果是你到了佛堂前面或者佛像的前面，那你就知道佛像就是你的所依的对治力。所依是三宝所依。那么今天你到了一个神山，那么你到了一个神山，或者是过去的一些高僧大的成就者修持过的一些这样的神迹的前面呢，你到了这里想起过去的
这个怎么说呢？殊胜的功德，你就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忏悔，以这种想法来忏悔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圣地呢，就是你的所依的所依对着力，在这里是指皈依金刚萨埵后具足愿行菩提心啊。那么这里我们就是今天是要修持金刚萨埵法的时候，那么在金刚萨埵法，我们就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观想上师以及金刚萨埵无二无别的，以这样的一个属于对着力的这个支欠之下呢，就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忏悔的一个方式。这就是我们就是内的这相当就是内外密以这种的分别来说呢，这就是内对着力前面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对这个金刚萨埵作为一个皈依的之处。皈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皈依的时候也是讲过的，那么皈依本身就是一个依靠的意识，那么相当就是我今天皈依上师，皈依三宝，那么这就是我的生生世世，不光是在今生在生生世世依靠上师，依靠三宝，依靠释迦牟尼佛，依靠释迦牟尼佛的法，依靠释迦牟尼佛的身众以这样的一个三宝作为一个我的主要的皈依之处。那么这个来说呢，就完完全全呢，就是我能不能够解脱，也是靠上师三宝以这样的一个想法而皈依的。当然皈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解脱。那么同时在这里修持上师金刚萨埵佛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观想上师金刚萨埵无二无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皈依的对治力那么皈依的这个怎么说呢，一个前行上呢，就是要作为一个发心那么发心的部分来说呢，那当然我们要知道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而且同时特别的就是在怎么说呢，我们对所有一切众生的慈悲大慈悲跟菩提心来以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如果是没有发菩提心的情况下，那就是具备了所有的其他的条件，也是不会消除业障的。所以菩提心是所有一切的基础。那么这也是一个过程来说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从皈依到发心，然后呢就是要具备圆满，就是四种对治力，对吧？自本作人着刚着